台北市新生南路顶面，一栋充满异国风情的建筑物直接徛起。圆圆的厝尾顶，弯拱门，佫神话符号，伫都市巷仔内特别声人目。这是台湾穆斯林上重要的信仰中心——台北清真寺。你看到清真寺吼，咱向的拜的方向是正西向北5度。安尼你看头前无神明，逐项拢无，阮是拜一个方向尔。信仰的核心是往未假的方向跪拜。逐礼拜五主末日中昼时，台北清真寺来自全台湾穆斯林拢会伫遮聚集。1楼大殿限定男性参拜，另外设伫2楼，予女性来参拜。这条线到这条线，啊，脚踏遮，跪在遮，头在遮。阮伫会教内底不分阶级，像伊朗的啊、沙烏地的，因为代表处每礼拜5拢有人会来，来迄阵大家拢照拜啊，无咧讲啥物你是官员坐行头前，拢共款。台北清真寺是台湾本土建筑师杨笃成融合拜占庭甲罗马文化，才略略有粗配型。不过，万事起头难。到46年、47年迄阵吼，咱的外交部部长叶公超，伊当阵去中东5个国家去访问的时阵吼，就感觉讲应该咧台湾有一间较大间的清真寺，伊就要求是政府会当拨一土地，阮家己来起一间清真寺。地是找着啊，也毋过要起清真寺，小目可能是天文数字。除了向银行贷款，此同时台湾的穆斯林斗捐钱，未少中东国家嘛用行动表达支持。我会记得伊朗国啊，敢若捐3万几块啦，其他毋是1000美金，就是2000美金，阁有200美金呢。台北清真寺是台湾和伊斯兰世界的核心连结，包含 Jordan 国王吴升，佮印尼 Niger 等国重要领袖访问台湾，其中和台湾情谊上深的，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国王菲索。伊就带念讲，因老爸统一沙烏地，咱中华民国有一寡回教的教徒，甲斗相共，伊就来访问。第2次石油危机，伊拢予台湾上优惠，别人拢去到8、9块、10几块，咱还阁6块左右。安尼伊当阵呢，拄好咱台湾10大建设，伊嘛予台湾一寡无息贷款。上有名就是这中沙大桥。台北清真寺即阵正做台湾28万穆斯林永远的圣地。清真寺本身的功能，就对于这个外籍劳工啊，有一寡心灵寄托。因为清真寺伊会拄到一寡共生活习惯、共言语的人，伊会当投了以后，阮就会当协助。1990年，沙烏地阿拉伯邯郸断交，台北清真寺扮演真关键的国民外交角色，促进台湾甲穆斯林国家文化甲经济的重大交流。